貧窮最關鍵嘅問題咧，就係活喺貧窮線底下嘅市民咧，佢會對社會感到絕望，睇唔起自己，認為咧自己冇用，好努力咧都未必咧可以為自己為家人咧帶嚟更好嘅生活。久而久之咧，佢可能怨恨社會，認為呢個社會咧對佢哋不公平，冇俾機會佢哋發展。關鍵要改變貧窮問題，要改善貧窮問題咧，我認為都要從兩方面。香港最重要嘅一個問題要解決咧，就係住屋嘅問題。咁我期望咧政府咧可以喺短時間裏邊咧增建公屋同埋復建居屋，讓到咧住喺板間房啦，甚至而家最近出現嘅棺材房嘅市民咧，可以盡快上樓，亦都要咧盡量係做到3年上樓嘅承諾，讓到大家咧喺房屋上咧係無後顧之憂。另一個關鍵嘅問題咧，就係要為我哋基層嘅朋友嘅下一代咧提供向上流嘅機會。所以優質嘅教育、公平嘅起跑線咧，係我哋政府要為廣大貧窮兒童提供嘅基礎嘅項目。